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5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国际消息，咱台湾的邦交国瓜地马拉红火山开始大量喷发，因为这座火山离因的首都是无加100公里，官方是发出最高级的红色警戒，体力超过600人。烧滚滚的岩浆直直对火山口喷出来，甲瓜地马拉的天顶烧甲光光。离首都瓜地马拉市无到100公里的红火山，海拔超过3700公尺。当地时间8月初3早起开始喷发，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冲起到6000公尺高的天顶。一寡油油啊也对山顶压落来。紧急救援单位初时发出上悬层级的红色警戒，适用范围包括160万居民，同时也脱离火山附近的2个钟头，超过600个人。Actividad del volcán. Nosotros hemos estado monitoreando y hemos visto que el material de todo lo que es la lava está bajando más. 目前火山周围的国道已经全面封锁，附近的学校也宣布停课，因为火山是中美洲上届有咧活动的火山，过去的喷发对这个国家造成严重的伤亡，居民拢唔敢大意，配合脱离到避难中心。Imagínense que se complique ya, yo tengo 4, ya viendo todo eso, pues hay que salir. 自西元1524年有记录以来，红火山已经喷超过60届，是规个中美洲上届危险的活火山。对1999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活动期，而且继续到今。2018年是这座火山100多冬以来上届有毁灭性的一届喷发。火山的油油啊喷去到山脚，其中一座砖头已经扑灭掉，统计造成159个人死亡，另外有超过200个人失踪，互人认定罹难，包括番马、豆仔类的、甲咖啡等等的农作物经济损失真大，火山灰乱飞，也予首都国际机场关门2天。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来关心中燃油问题油的风波，这台市政府是搁在公布3种检到超标的可地油，原料是对家己分林甲台中来的。另外，这申报要业者是自主通报。检方也针对7月标出问题油的关村制油厂等3间业者来进行搜索调查。卫生局人员甲封条搭伫铁桶，希望有10万问题，连可地油嘛有。台南市政府7月23日时抽验辖区内23款可地油，白麻油、乌麻油，测试公布3款问题可地油。它是在3月1号向我们台中市的一个精品坊食品有限公司，它是购买了这个苦茶籽，我们也已经移给我们的这个台中市来追查这个苦茶籽的一个来源。卖问题可地油的商店测试正常营业。根据了解，北区台南福利站所卖可地油验出分辨比2.5微克，自行制油的东山可地油嘛验出2.1微克，得厂商号钞票上济验出3.0微克，而且已经卖45公斤出去。这3款可地油分辨比拢钞票。现场也抽验了油品，那后续呢将依法办理。那有关这一次的2批次的苦茶油，那我们也请业者在今天下班前要提供下游的清单，并且同步通知下游的厂商停止贩售。卫生局就问稽查，自行制油的可地油是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厂买入了后，搁分装来卖。原发表示原料是甲别人买，已经配合卫生局封存保管，等检验结果。同款出问题的分林江北合作农场，目前产品拢落来，伊的油都是为7月发现8批问题可地油的嘉义原村制油厂来。它连贴标跟装瓶都是委由原村制油进行了哈。那在4月份哈，这个产品都已经售出了。那后续也没有再跟原村制油进货。北检测试会同事务所等单位对原村维嘉甲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等3间10万的业者进行搜查。但是台南第3款问题可地油得厂商号向台中金品坊购买可地籽。金品坊表示，可地籽为中国进口，嘛有摕到检验报告，证明真侪届家己送验拢无验出来。另外，新北龙70生物公司初3原来主通报，因所生产的可地油验出分辨比超标6.4微克。卫生局据报要求业者暂停作业加换配，不过拿过来油进口油原来有超标的问题。和斯特股份有限公司包验的奥地利南瓜籽油检出苯平比每公斤2.5微克。问题油一直壁，除了地方政府查验国内油，是表示原来针对进口问题金瓜子油的业者和斯特，伫边境调整做逐批拢爱查验，抽验比例是100%。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联油出问题，即马已经牵连到大唐，讲5月就知影因的油本变比超标，讲哪会拢无通报。但市长吴伟霆表示讲，这大唐台南的部门毋是咧管咱假油。这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批评讲，这大唐总公司就伫咧台南是有通报义务。在那亚议员去到台北地检署市零申告，指控大唐公司是暗砍无通报，董事长吴明枪是涉嫌渎职。中联问题油的事件搁小，大唐公司红标出伫5月时阵，就发现中联油脂311油造的粗加管油苯偏比超标7倍，所无依法向所在地台南市卫生局来通报。请问你们的那个状况是？我们油品事业部经营的项目就是加油站业务啊。希望他们其他的县市政府不要把逢金当马良。不要把汽油当食用油。整个台糖总公司登记设置在台南。台中市政府强调，宪法第3条食品的定义是包括产品含伊的原料，所以台糖嘛有通报的责任。嘛针对台糖的顶油商中联含服务，各重罚300万。另外，台糖的上游精炼含制作是集中伫高雄小港的製油工厂，虽然即嘛是小到南部。4月员工就知道，2级的食品制造商。在欧盟，他们就曾经讨论过，这种公司应该让它倒闭。地方是依法应该要定期去做抽验下架，因此呢，对卢秀燕市长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清楚的说明，台中到底是不是8年来从来没有验过油？问题又应该向来把关，根据小数的规范，油脂的制作加工调配业者有办理工厂的登记，而且资本额有到3000万以上，每半年还是每批至少要检验1摆。若宪法第41条，以下市管的主管机关会当进入制作加工的现场抽样检验。中央政府嘛则宪法第41条第2项，在必要的时阵，共款嘛会当做相关措施，但拢无明文规定和中央抽查的频率，和什么状况之下需要抽检。如果说在白土脱色的过程中，再加入少量的活性炭，可以让 VAP 被脱除到90%，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可以去除大部分的 VP。咁应该建立有效来降低苯偏比浓度的燃油 SOP， 或者认为讲这当中变数真大，各间业者的做法是真歹统一、真歹标准化。不过建议应该定燃油倒头算的第2步，脱实了后苯偏比的上限，而且伫上尾1步脱槽遵循固定条件，才当把苯偏比控制伫规定所带的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气象署今日是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有9个县市高温感觉设定好，部分地区可能会超过36度。咱来看分图。今日较食方面的所在，水汽也较济，北部地区愈晚，天气也较愈无稳定。东北部地区也会落雨，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可能落短暂的雷公雨，尤其是山区雨可能会落啊真大阵。继续来看风台北海地气象署是有讲拜5、拜6会通过琉球群岛，拜6礼拜会上接近咱台湾，上紧伫拜5就有可能发布海上警报。这月开始受到风台群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中度风台北海都1点经过22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边方向刷震动。拜5会划过琉球群岛，经过了后就开始转向北平。拜6风台上划台湾。大概是在周5的下半天，这段时间可能会暴风圈碰触到台湾的海警范围，还是有几率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哦。自拜3到拜4，转做偏北风，北台湾会开始落雨。拜5风台慢慢瓦近，西半部也会落雨。后礼拜1风台上瓦，水汽变多了，天气不稳定。看风台离咱外远，落雨的区域也会改变，因为风台路线已经确定会通过琉球群岛。有邮轮的业者公布，8月初5航程有变，本来要去日本变去香港。电脑拍8月初5去日本沖縄话，后礼拜转来台湾，即马才要报旅游不便险。网页出现因为风台影响，暂时无接受。即马泰安产险、国泰产险、富邦产险、新安东行海上、调防保险7间业者，暂时无接受特定期间去日本的海外旅游不便险加旅游综合保险。因为现在圣婴现象加上各种意外，都为旅行带来各种不同的风险。每一间可以提早购买时间不一样，从30天到半年不等。那这一次大家普遍都提到不便险的部分，那当然有些保险公司为了方便，它可能连旅行的
平安险跟医疗的部分一起停掉。业者讲，若伫公告进前就已经投保不便险的旅客是无受影响，若是行程有改变，记得爱甲相关的单据留来，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新冠疫情继续滚价，是连续8礼拜疫情清悬。疾管署是有到8月中，就会到疫情的高峰期。另外，这天9例疫情，顶礼拜又增加8例带病入境。今年到目前已经有104例，嘛提醒观众朋友，若有出国都要加较注意。即马休热是旅游的大季，疾病传播的风险嘛较高野悬。疾管署指出，国内新冠疫情感染的人数已经连续8礼拜有增加，顶礼拜的每急诊有18990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74.8%，预估8月中进入高峰期。疾管署表示，大部分重症患者是65岁以上的时代，佮有慢性病的患者。有89.1%无注过这季疫苗。我们的预估高峰还是在8月中下旬，好，8月中下旬的时候会最高。那预估的那个单周就诊人次可能会达到51000人左右。疫情当然加悬，病毒株冇变化。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最近4礼拜流行的病毒株 EPQ.16.1.1 变异株为主。为着新型变异株的症状，甲多数呼吸道感染差不多。世界卫生组织嘛评估，目前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也有保护力。疾管署表示，全球新冠疫情拢有加悬的趋势，尤其东南亚、甲西太平洋地区当咧高原期。医生嘛提醒民众爱做防护措施，紧急符合资格高风险族群紧注疫苗。像是有慢性疾病啊，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话呢，那如果有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像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喉咙痛，是这个肌肉酸痛啊，或者是有呼吸喘、呼吸困难的话呢，还是要尽早的这个就医。那即马休做出国佚佗的人较侪，疾管署指出，顶礼拜有增加8个天高节的境外移入病例，今年计共104例，为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入来的较侪。疾管署嘛提醒民众出国若有户外活动，建议穿浅色还是长的衫裤，避免去雨网仔顶。出国回来10天内若有发烧、头痛等等，就要赶紧就医，主动通报旅游记录。记者郭志雄、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牵涉到金华社案、政治献金案，二审9月7日第一届开庭。在高等法院是裁定讲，对今仔开始到明年1月14用电子手环科技监控。再来是《自由时报》。台中一个查甫人涉嫌利用少年查某的相片，伫咧交友平台顶悬，怪人传赤身裸体相片，再用这相片共恐吓将近900人受害，骗走900万。最后是《联合报》，行政公布明年度中央总预算有3.6兆，创下历史新高。因为今年度的总预算，立法院是昨完成头一轮的协商，目标是拜5要三读。当立法院有针对南甲北今年提出来5项公投草案来讨论，最后是无共识送议会。那在地也提案出来修法，要甲所有的公投案要印伫咧同一张票顶悬。中选会主委游盈良是表示讲，安尼做根本就无法度来解决问题，颠倒会愈解愈乱。双手握条的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一透早特别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伊家己早一个感谢2个提议，尤其今年是9合一选举，中选会希望大选年立委咧审查预算的时阵，台甲斗会当小看扭手一个。另外，就是希望一张票当真侪案的这个手法会当打动。这样的一个立法，可能潜藏极大的风险。对我们的选务以及台湾的民主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真的会开票到凌晨？如果以2022年的投票经验，一个案就到晚上11点40，2个案一定是要到隔天清晨。我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呢？有一种这样子的话，那中选会主委那可以不要做了吧？连这样事情都做不好，那开就恐吓，先恐吓，开票开到1点。那怎么样？那也呼吁中选会卖因为技术的问题，就放弃直接的民权。目前台面顶包括去年民众党提出的移转投票的公投，若今年南北分别提出的5个公投案，包括关系死刑判决的法定、变刑、
中科核电、交通罚款专用、安乐死等等的公道案。另外，搁一届回应，除了是旧案，搁提一摆，其实有真侪提案伫国会地当解决啊，无应该将立法委员爱护的责任担予中选会，也个民众。其实有些公投案，像是把交通罚款作为交通基础建设的经费，这件事情其实立法院大家坐下来修法就可以了。开票时间可能不是最大的重点，到底可不可以投票准时结束？这可能才是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重演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境况？我觉得那才是对于民主政治最可怕的威胁。针对今年5案的公投草案，朝野协商无共识，送议会处理。根据法定的程序，若是要赶11月29合日选举，立法院上万爱伫8月中表决通过，并且伫10天内底送中选会，互中选会会使依法伫公民投票前90天，也就是8月30日前完成审查，公告公投案的编号、主文，也有投票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拉丁美洲国家古巴因为基础建设拗旧，佮受到美国能源制裁，今年是第6届，佮在全国大失电。热人时阵无冷气、无电，真侪人是甘愿走出来困路边。联合国也紧介入，要讨论人道援助。原地车辆来来去去的首都哈瓦那街仔头，打散规片暗暝暝，就连车红灯也拢未死。古巴的电网系统最近搁在大崩盘，这已经是古巴今年第6届全国性的大失电。3月就发生2届，7月搁较发生3届。面对超过30度的高温，无电风嘛无冷气，真侪民众热甲冻袂牢，敢若会当碰床甲床紧扎的去困海边大道，也是公园内底。vuelve y se cae. Entonces, no sé, no tenemos ninguna solución, es lo que yo veo en esto. Que aquí ya no hay ninguna solución. 互古巴民众上届冻袂牢的是，官方宣布修理好势，豆豆恢复供电了后，无到1天，电网系统竟然搁大故障，全国又搁在乌索索。官方解释，因为发电厂设备上老，搁加上燃料大欠缺，所以互发电能力大降低。目前当咧全力抢修，想要稳定供电。Ahora mismo interconectadas en el sistema porque todavía la capacidad de generación es bien baja. Estamos arrancando unidades generadoras, que es lo que va a permitir incrementar la cobertura de electricidad. Pero todavía la generación que tenemos en el sistema es una generación que está muy limitada. 古巴长期受到美国经济制裁，有严重的能源甲经济危机，大个直直大失电，互民众生活愈艰难。毋但食物无通好保存，甚至就连清气的饮用水拢有问题。面对古巴恶化的人道危机，联合国当咧积极甲有意愿的国家展开对话，希望会当突破政治的围栅，量早为古巴提供紧急人道燃料援助。公司新闻陈伟林证件讲评译。为了6月24连续2届规模7以上的百年大地震，官方目前上新的统计已经造成超过6000人死亡，将近200栋的建筑物倒去。即马地震就已经过1个月啊，灾区清除的进度也阁无2成，死亡人数恐惊阁在增加。这个查某人徛伫咧倒去的厝头前，靠甲强要挡袂牢，连续2遍规模7以上的地震，和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甲沿海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将对建筑物倒去，但救援伤过慢，民众家己来用桶啊一桶甲石头搬回，希望会当救到人。Por favor, alguien que tenga influencia que venga para que nos dé permiso para nosotros también ayudar a levantar que sea una piedrita cada uno, que cada uno levante una piedra, se va haciendo algo. 将侪失踪者的家属一直等，一个心拢放袂落。将侪人的亲友失踪，甲怎么也找无，也有人积极救援行动不停来，寻到救人的机会。Aquí había esperanza porque la niña y uno de los niños estaban vivos, estaban. Pero ya después que dijeron que una supuesta alerta de tsunami, los rescatistas dejaron el trabajo así. Cuando vinieron al siguiente día ya no respondía la niña ni el niño. 地震已经过1个月多啊，灾区行动开始对搜救转向清理甲重建。政府伫咧初三公布上新的统计，到即马已经清除超过38万栋的石堆。不过，这个人占总量的16.5%，真侪灾民也阁住伫咧临时安置点。委内瑞拉国会伫最近通过新法，希望提供更加侪主体，不过家园会当重建，往生者是无法度过转来。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
今仔日本的隔壁韩国最近天气是烧山炎火，东南部的龙山市是测到有气象记录122年以来上悬的温度，有42度半。这气象厅也针对首都首尔11区来头一届发布最高级的严重高温警报，尚无16个人去热死。首尔光化门广场天气正大，无啥游客。只个人看到囡仔伫咧喷泉内面弄来弄去，一个伫咧清水川耍水，耍啊真欢喜。 지금 서울에서도 이제는 양산이 없으면은 좀 일상생활이 불가능할 정도가 되지 않았나 그렇게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래서 이게 기후 위기가 진짜 이제 저희 시민들 피부로도 느낄 수 있을 정도가 됐구나 그런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韩国气象厅随时对首尔11个区、京畿道甲湖南地区发布相关级别严重高温警报。这标准是体感温度要超过38度。 或者是实际上悬温度39度以上就会发布。伫首尔市第一遍，总统李在明伫咧国务会议讲，要赶紧提悬全国对热天气的警觉。 극심한 폭염으로 5월부터 지금까지 발생한 온열 환자가 2,000명에 가깝고 사망자도 16명에 이르는 등 상황이 매우 위중합니다. 极端气候愈来愈接发生，李在明希望官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伫咧空调需求这么大量增加的时阵，要检查电力系统。南韩气象部门是请民众随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而且警告无空调的室内空间真危险。 为着要对抗这边的热天气，首尔市特别加强避暑站、加紧急避难所的设施，并且用降温喷雾、一个热水车降低多次的热岛效应。这边相关温度不是伫咧首尔，是东南部的庆尚南道。根据南韩的气象厅资料，内陆城市鸟山市这个月初2温度摄氏42.5度，创南韩122年以来气象观测的上悬纪录。北韩国营媒体也报道，有一寡所在温度接近40度。 并拢连续出现5个25度以上的热带暗，真侪人走去水上乐园耍水。这边的热天气是因为朝鲜半岛天顶的2个高压系统——北太平洋高压，也有青藏高原高压形成相当热强，所以混合正歹形成，也有强烈的东风形成混风，和天气搁较热。 伫即马，南韩气象部门是正伫咧关心风台北海都的动态，观察伊是毋是破破高压系统，和这边的极端高温会当小可较消透。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印度一只商船伫咧也门外海遭受到攻击沉没，船员14人全部拢有救到。印度政府是批评这是一件无端的攻击，嘛呼吁要停止攻击商业船只。日本公布年度防卫白皮书，把中国定位做前所未有上大战略挑战，也表明讲未来要来重点发展无人机甲 AI 先进技术。 芬兰对1948年开始实施全国免费营养午餐，全世界行大升。这制度关注二战了后欠物资的时期延续到今，全国是有超过85万名学生受到这样政策照顾。来看汉光42号演习，对今开始10天9暝，延续无剧本去中心化的方式。 要来整合这 M1A2T 战车、佮滨海作战、加网络降速演练。不过又搁伫咧这时阵，中国军机军舰搁来乱，搁济讲因是咧战备精神。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前，国防部随时公布真实强击干扰台，公卫执行联合战备精神。国军用联合情感精严密掌控应付，也为汉光准备暖身。 第4作战区继续全路动员高调，操作无人机瞄准人形白目标，而且用 T75K3 手枪甲美国制造的 M4A1 步枪射击练习。今年汉光演习动员超过2万的后备军人，配合14天高调制度，严整上臂甲后备部队协同作战效能。自初5到14连续10天9限，用无剧本加去中心化指管方式，参考美军的反向干部精神，修订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一遍说明任务的内容，和连底同款减少失误。
去年底成军的 M1 A2T 战车，第一遍参加汉光实兵作战计划，一个7个都编成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要做实战化经验。整合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就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反舰飞弹，以及攻击快艇，以及无人机，还有水雷的配置。那边国军的 OTS-600无人机以及国造的这3规军用无人机都会纳入这个操演。最近通车的淡江大桥也纳入淡水河防线，第一遍实施关键节点的组织甲防部演练。公路局宣布，初6暗8点到初7透早6点，淡水往北里方向所有车道甲人行道要封10分钟。国军下设更次回定设施，组织敌军自北里海沙堡下设是台北港进入进行中枢。确保在最接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具备持续作战的韧性。韩国演习也可以配合政情，设定轮型演习。中部加北部县市要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严正军民通行闭环应变。NCC 伫8日已经提前发有个警报，伫8月下昼也个演习期间，会个分别发一遍，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包租代管业者这调机集团传出讲旗下投资顾问公司有财务危机，外界是惊讲会牵连到咱社会主体代管业务。因民众党是咧质疑讲，这国家自导中心的董事长华建群，甲因的前董事长李建成是朋友，可能有道理。华建群是强调讲，国家所有的代管案件，一切拢是依法处理。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调机恶管的2间相关企业，调机投资含镜生涯管理顾问公司是传出投资失利，公司财报都来纳利息。有媒体报道，兼调机恶管含调机投资2间公司的董事长李建成，除了甲调机恶管董事长的职务辞掉，嘛提出16000张的调机恶管的股票要来行债务，但是受害的投资人嘛是有疑虑，已经造成自救会要来求偿。虽然调机恶管强调讲这是前董事长李建成私人的事务，含这2间相关企业无交叉持股，营运拢正常，但各界嘛是烦恼，敢会冲击到实体包租和代管的业务，尤其是厝主和厝卡的权益。初步的了解，现阶段2家公司的财务都还算安定，那也没有服务异常的现象发生。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初四是举行记者会，这个8内政部政务处长的华建群和调机前董事长李建成是山友，有诉告恐吓有道理的嫌疑。兆基是得标的高手啊。总共大概有20亿的服务费由他取得，那么华建群教授、董事长跟李建良的关系，使得这些投资人愿意去投资，而现在受害。大家都是依照采购法正常的招标评选，我本人从来不介入注入中心所有的招标的评选案件，唯一一次跟李建成董事长一起在山林里面一起活动。如果用这样子的这么片面的讯息就要来建立好像我也是一个犯罪集团，我想民众党党团不应该这么粗糙的来指控。台北市都法局嘛，在初四下晡要求调机恶管说明实际营运的状况了，表示讲到目前为止，并无接到厝主反映讲厝税给付有无正常的情形，而密切关注调机恶管利用含厝税支付的情形，得出履行客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一栋老建筑物5年前规脑都经拆掉了，一直到去年才有建商来找因，讲会当斗基厝。原本是讲好今年就要起好啊，不过即马煞去互住户来指控讲，甲租金2600万提起了，就一直拖咧，唔动工提过早起。台北市中正区的巷仔内底出现一块建地，不过内底拢是吹起的石头钢筋，营造的阁是白瓦，顶头阁写8亿年要施工，今年就要完工，不过即马完全无动工的状况。住户就出面指控，因原地大的老建物5当前围脑都市换新，厝拆了，说因为关不了起的因素，一直找无建商来处理。想袂到去年有建商表示会当接手，甲营造租金2600万起了后，所用各种理由延前无要开工。预定动工日前又说不能开工，所以话我们了解是说他把这个钱拿去用在别的地方了。说我们要再造这个房子的话，他希望我们再拿一笔钱出来。这个做法我们不沟通，没有电梯，
这是每天要爬楼啊。自豪的指控，原底合约是定伫6月底，就要完成5楼的底板，8月要完成7楼的底板，啊，毋过却一直延前，甚至佮要求自豪佮提1000多万的资金才肯开始动工，互因有贷款佮租金的压力。尾啊，请市机关斗3工，甲检方提起诈欺的个数，完全没有去履行动工，好，这跟一般的这种民事纠纷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呼吁，希望地检所能够严正的侦办这个案件哈，不要当作一般的民事纠纷。记者打电话给建商，建商是无要接受访问，强调已经安排8月中旬和住户进行调解。律师就建议要多次换新的厝主，若是要和建商协议合建，签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合约施行的细节。地主、建商、银行，他们其实是一个3方关系，然后最好就是银行来保证一定会把它盖完。这样通常是对地主来讲是最有保障的。你要降低风险，那你自然就有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律师嘛强调，实务上住户若是迄时签约，无甲家己的权益保护清楚，也是签约的时阵体条机制无明确，颠倒会互合约变作是万年合约。若是拄到建照过期，可能就变作是随买厝。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桃园的中立又搁发生弄过路人车祸的事件。礼拜讲一个查某人要过车路，煞去一台细大巴士倒刮弄到，弄甲脑出血，即摆人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详细事故原因搁爱调查。看青红灯，人已经会驶过，死伤者逆护线要过车路，毋过即台细大巴士沿着新生路要向倒边挖宽北路，速度拢无放慢去弄着人，人送病院。仙女有受脑出血等伤势。经测试，正男9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警方来现场处理，小巴士的驾驶酒测达0，详细车祸原因也搁伫咧调查。桃园市政府依照公路法罚业者7万。落实路口行车的这个停让，这样以避免这个事故再次发生。民众听到这件车祸，拢讲赛车甲行路的人过路口拢爱特别注意。我自己本身也有开车。在转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死角，那尽量就是放慢速度。走路的时候是不是绿灯？如果是绿灯，我眼睛还要注意左右边来车。交通部上新的道安统计，1月到5月，全台湾交通事故行路人死亡132人，路口也是行路人死亡车祸上危险的所在，占要甲一半。上主要原因是车无停来让人先过，或者是A条挡条的无看到。看到行人的你要礼让他嘛，在左转的时间，他要转弯的时候要争取时间。如果说有点速度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去撞到这些行人。或者讲，赛车经过路口，速度一定要放慢，确实看车头前、车两边是毋是有人要过，一定要停来让人先过，保护别人也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花东的万东洲当时咧报产期，所有农民使报产机所吊伫咧滨交道顶悬，佮家己去甲啲果仔夹起来，才会当过。农民也讲已经订正6年啊，希望这滨交道的灯号会当甲路口车红灯做联动，所以你到即马拢无解决。这是代替这个2号滨交道，火车要通过违煞放落来，对台九线花东公路要转入去产业道路的车辆无闪车的空间，就伫咧路径等待。而且要对产业道路连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嘛，因为无闪车的空间，伫咧火车要经过违煞放落来时，车身较长的农用车会互违煞卡到。当地民众讲，农民定爱不得已甲违煞救起来，再搁甲车驶出去，真危险嘛，惊破坏违煞会互罚钱。警示感哈，大概2个月会折掉一次，因为这个空间真的不足啦。里长讲，德国里有3个滨交道拢是生安尼，已经订正6人啊。初时早起，关山顶公所联络关山公路甲铁路干部单位会勘，希望会当设置联动铁路警示号志的车红灯来解决，不过需要铁路公路甲管府协调施工。这个台铁的预警系统跟我们的这个红绿灯彼此的讯号的连结，那这是牵扯到技术的问题。有关于空管的布设的话，要哪一个权责单位去负责这个部分的话，请镇长给他再琢磨一下。目前铁路甲公路顶干部单位初步会勘了后，拢认为安尼会当实施，不过需要交通部统一协调。关山顶公所嘛表示，会将会勘结果提报交通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塔鲁阁国家公园发生2件爬山意外，伫咧南无大山失联的细老的山友，因为摔到伤无法度行，透过卫士设备来讨救兵，最后是空勤吊挂落山。另外一个细只的山友是挑战机内北壁下平方失去联络，最后是留守人员发现这定位有问题，赶紧通报，才顺利救到人。公中勤务总队是接到通报，去到花莲秀林乡的南乌科谷，成功把61岁细老的山友救出来。但是伊互救出来的时阵，若是摔甲真严重，头嘛着伤，无法度行，只会当等救援。细老的山友会当成功互救出来，主要是因为伊使用高明设备来联络国外的朋友，才通报国际紧急回应协调中心，申请航空器来救援。细老的山友虽然家己去爬山，但是好佳在路尾是成功互救出来。另外一个救援行动是共款伫咧太鲁阁国家公园。一个细只的查某山友，正正是家己一个挑战难度真悬的基内山北壁下滨峰路线。初日下晡传出失联，一直到初日早起7点外才互找到。这查某人会当成功互救出来，主要是因为伊的留守人员逐工拢透过监测定位，发现定位无正常，紧向花莲消防局来报案。他们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然后于今日的早上7点06分，将在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人员均安。专家指出讲，要爬山一定要有齐全的装备，除了衫爱分底站、中站和外站顶无共功能，还要炸救生的鼻仔和救生毯。假使若是摔到伤，还是找无路，要保命，除了靠山下的留守人，将啊队伍的位，若是无正常，就报案搜救以外，卖当造 Garmin Enrich Mini 设备，方便定位和救援。无就先载好离线地图，就算深山无网路，赶快会当收卫星信号持续定位。专家建议讲，万一若是发生意外，还是找无路，上好是踮伫原地等待救援。真的幸运找到路出来的，其实比例比较少。因为迷路，你已经没有方向感，所以越找越深，越走越不对，到最后就困死在某一个你爬不上来的地形里面。专家表示讲，这2个失联的山友，除了靠定位设备和留守人，好稳替家己保命救援，嘛和当地天气有关系。呼吁爬山的人伫出发进前，一定要密切注意气象预报，避免行程拄到歹天气，这是卖互家己拄到意外的第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凤山福建路路边的停车格，有民众是讲这涂骹就写算一届一届，摕到单啊煞变做是算点钟的，嘛批评讲是去共骗钱。高雄局表示讲，这所在对110年开始就改做是算点钟的，已经有改标示啊，加收的停车费也会处理。高雄凤山行政中心头前的福建路双边拢有停车格，不止个大家拢停满满。有民众答问，讲家己车衫洗车来遮停，落车看涂骹写的收费方式，明明都是算改的。那会来看车的时阵，停车单因啊等甲满满时，正做算点钟的。民众唔知影是倒一台设甲差，即期这是停车限制。附近民众讲，因为是算改的无唔对，改做算点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之前是计次，后来改计时的时候，它可能是直接喷在上面，那喷在上面的新漆掉了，下面的计次又露出来，可能民众会误以为说哦还是计次这样。因为基本上外面几乎都是计时居多，所以不太需要确认，除非我要停很久我才会去确认，就看他地上写什么，如果看不清楚，我就必须去找那个告示牌。有民众讲，若是无确定停车收费方式，就会去找告示牌确认。不过这回事件说是涂骹写算改的，甲路头路尾告示牌无同。交通局也证实，福建路停车格112年就改做算点钟的，初时早起已经甲查报登去，民众从加收的钱交摕停车相片甲停车单来，交通局会协助处理。就有计次标线的浮现，造成民众的误解。交通局已经在今天完成计时字样的补画。那如果因此产生停车费率争议的部分，那交通局也会协助业者，那我们会从宽认定停车费率的保障民众的权益。这位民众停在1点钟红收350块，改用算改的6点钟30块比起来，真差10外倍。也不怪民众的这期是停车限制。交通局强调，涂骹的字时间一句就会落漆，平时拢派人来巡查。民众停车除了看涂骹的字以外，也是爱以告示牌为主，避免产生争议。记者柯兆阳、高雄场报道。观光署公布上新的旅游状况调查，去年的国内旅游是比顶一年成长超过11%。不过重点是，其中有8成拢是一天往回。这学者嘛表示讲，除了会当讲是咱的国内交通利便，主要原因嘛是因为咱饭店收贵。
叫做大家拢想要去佚佗，车站、机场人是排个热长，假期要安怎安排，旅客心内拢咧值算盘。我自己一整年在安排旅游的话，我都是先考虑国外旅游。国旅的倾向尽量能一日来回就一日来回，因为住宿太贵了。确实是比较有点贵啦，但是如果出国的话还要买机票什么的，所以可能如果就方便性来讲，可能还可以接受。观光署公布上新的国民旅游调查，114年国民旅游人次来到2亿4761万，国民旅游总支出拢总5643亿，拢拼过历史新高。统计嘛显示，一天来回就占要8成，另外民众较晚生活区啊附近旅游占比嘛要7成。为什么大家觉得一日往返就够？当地的旅游丰富度可能是不够的，房价可能在友善度上面还要必须再做一些改善。政策上其实都有规划，那办法也都有。那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站在国旅发展的部分补助的这件事情，预算一通过，我们就会赶快处理。另外，观光署嘛公布114年来台湾的旅客调查，日本是上大单一客源市场，也那新南向主力7国来台湾的旅客嘛占30.07%，消费率是美国旅客上悬，平均每人每工伫咧台湾消费是242.84美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基隆中元节团成172档，今年是轮到老长杜姓中心会做主谱，上有代表性的放水灯会办伫咧8月26日，基隆市政府也推出一系列的活动。一个搁一个做工有路的水灯柱，这拢是基隆中元节放水灯仪式重要的主角。基隆中元节是台湾历史上久长的民俗祭典之一，嘛是头一个指定做重要民俗类的国家文化资产。基隆市长拜二公布今年的活动内容，除了有传统祭典科技，嘛有规划演唱会、艺术展览、规系列的活动，希望三甲文化变观光。让我们中元祭不只是承载了基隆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可以迈向一个国际港湾城市应该要有的观光文化特色。基隆中元节，逐年拢有一个以世宗亲论做主谱。今年做主谱的是老长度世宗亲会。宗亲会表示，这摆的典是历来上大的水灯柱，互民众近距离欣赏，卖恢复过去停办的部分传统科技，希望会当甲传统找倒转来。都甲水灯柱摕去主舞团去做一个发挥一个仪式，是以前传统本来有，因为咱时代改变。变做无的物件，咱搁找回来。譬如讲，咱今年有一个预告商场的仪式。基隆市政府表示，今年基隆中元节为8月12到9月11举办，其中上有代表性的放水灯仪式会办伫8月26暗时11点。另外，还有开看门、主谱绕境、中原普渡甲乖看门等等活动，互民众做伙感受团成172档的中元节。记者郭金用、谢桂林基隆报道。来看新北石土地公二位子是2500年前新石器时代食物园文化，目前是已经有真侪史前的文物出土啊。即摆后来有考古团队甲13项博物馆的合作，举办考古田野学校，俾互民众来了解考古文物的工课，也当学到考古的台语讲法。日头赤夜夜，考古团队由原摕土案伫咧探坑骨力屋。考古的地点就是新北市五股的石土地公二位子，这是2500年前新石器时代食物园文化。有考古团队甲13项博物馆合作，历史甲要办5天的考古田野学校，互学员会当伫考古的现场抢救文物。毋那是甲咱讲过去的故事，嘛咱用咱土地语言去讲这个故事安尼，透过这个物件。去甲学生讨论讲，考古学家是安怎去了解以前，阮就爱思考咱即卖时代是安怎，共同去思考咱未来的路要安怎行。考古团队表示，即届的活动特别用沉浸式台语学习的方式，民众除了会当学到考古专业的台语讲法，也会有台语的导览，带学员去13项博物馆，甲大本溪文化遗址行踏。考古团队讲，高中以上的学生甲一般民众都会当参加，甚至也有人专工对香港来实现考古的梦想。细汉时阵拢讲，阮想要做考古学家，大部分的人拢无，所以阮提供一个机会，即摆参加者内面
大部分拢是大学以上的，甚至讲有香港啦，这回零机来。主办单位表示，8月的活动有2梯，一梯敢若收15人，希望带民众对考古学家的脚步，透过考古甲台语，了解对史前到近代发展的脉络，来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记者季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中华职棒统一赛球车单用机今年要正式退休啊！球团是宣布后礼拜要用转厝的路来做主题，转去故乡办一个台东的引退赛。伊也表示讲，即个转去故乡毋是结束，是希望会当真做是东部囡仔梦想起步。囡仔送花，搁甲揽一个有台湾轰炸机外号的统一赛球星陈永基引退记者会，回顾20多年的棒球生活，加减有失败甲受伤带来的失志。伊讲到后天，感性来感谢亲人3个妈妈，包括老母张姆一路的支持，嘛对看守罗时武讲出真情。感谢他一直以来这么独立，把家里照顾得很好，也把2个小孩子教育得很好。对我来说，更是身兼多职的存在。他会一起陪我骑重机，一起逛车展。那有时候他是我心里的諮商師。球团为伊准备引退的影片，要台湾队长陈吉贤为伊祝福。那基哥虽然说看似很稳重，可是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其实住着一头野兽。然后在比赛的胜负欲里面，我相信他一直藏在心里，然后会想要去帮球队。不过引退不是重点，8月11、12是陈永基终止球员生活，头一届伫台东棒球场比赛。初时的记者会，伊原来全心表达对回乡的期待。我是觉得不是结束了。那我希望带给东部的小朋友、喜爱棒球的朋友一个梦想的起点。陈永基2004年开始，伫美国7年，伫美职圣亚道水球队正式伫国外生活，成绩上好是升到小联盟3A。2006年，大哈亚运，陈永基原来带台湾队头一届伫亚运打败南韩，一直到2011年，伊转来到台湾，伊选秀状元加盟职棒统一赛队，搁伫2020年正式完成1000支安打、100支红不让、100届盗垒的成就，是职棒史上第8个。要转去故乡台东比赛的陈永基讲，伊家己职棒球员的身份，也阁会维持2个月，会继续做后辈的模范，一直到最后。伊嘛向少年球员话讲，伊家己已经43岁啊，也会当好好拍球，希望球员爱珍惜真无简单得来的舞台。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消息：美国即马是爆发环孢子糖、囝生糖的病情，即马病例已经要到18000例啊，甚至伫咧密西根州阁传出2例死亡。目前是有咧怀疑讲，这大多数的病人是有去接到连锁速食店 Taco Bell 对墨西哥进的외菜，详细是也搁咧调查。美国东部发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环孢子糖胃肠病，密西根州的卫生官员初三证实讲，已经有2个患者死亡，变做美国第1例和这种肠道镜食糖有关系的死亡案例。目前全美国确诊和疑似的病例已经突破2万例啊。In a given year, when you see outbreaks, which do happen basically every year, it's, maybe 60, a few hundred, at the worst, maybe 3,000, but nothing like this. And so this is concerning because it took a really long time for us to try to identify where the source was. 环孢子糖主要是囝生伫人类的肠道，若是菜色果子伫灌溉的时阵，去接触到核屎污染的水，就有可能去告到环孢子糖。这菜色果子若互人类食落去，就有可能引起落屎的症头。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表示讲，环孢子糖病症一般是袂去引发性命的危险，但是2个死者本身有慢性病，脱水的状况和病情是愈严重。联邦卫生单位的调查指出讲，源头有可能和对墨西哥来的，究竟和连锁餐饮店Taco整餐厅的青菜有关系。相关产品即马已经互调回。Something that you purchase from your marketplace and it looks like it is, a brand that is local to that actual store could in fact be distributed by Taylor Farms to Mexico.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re your food is coming from. 环孢子糖病症的扩散已经对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是冲击到餐饮市场。投资人士开始烦恼，讲消费者会降低伫外口食物件的意愿。连锁餐饮股嘛红袂掉。泰国政府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是表示讲，美国门市的销售是受影响。另外一间以青菜做主打的快速餐厅 Sweet Green， 就算无使用即摆惹代志的青菜，嘛因为消费者即摆拢不爱食青的食品受到影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用刺毛糖做酱虾仔运来食，你敢有想要试看卖咧？这是民主广告首都金厦沙一阵少年总铺师，因是用在地食材落去做的料理，佮做起来真高级无？咱做回来看卖。甲菜色切落去，用鼎炒甲香香香。这间伫咧金厦沙的高级餐厅，总铺师当咧准备煮菜，伫咧在地是真有历史。Donc c'est le moto. C'est parmi les meilleurs poissons d'ici en termes de goût et ça a une valeur très, je dirais, à la fois sentimentale et emblématique. Donc c'est lié avec notre histoire. C'était le poisson qu'aimait le maréchal Mobutu. 用心的酱料加法国美学的摆盘，让人真好想到这是在地港国的菜。On a décidé aussi, pourquoi cette idée, c'était surtout parce qu'on a l'habitude quand on parle de la nourriture congolaise, de se dire qu'on est toujours dans des buffets sur quelque chose qui est toujours très brut. Et on avait envie de rendre la nourriture congolaise jolie sur une assiette et démontrer que c'était possible de le faire. 新的总铺师甲传统融合创新，不一个想要伫咧条件无好的民主港国做有料的食食，仅仅啊是互食材稳定供应，就互因真头疼。On n'est pas un pays où les routes sont en très bon état, où les produits peuvent arriver quand on demande. Donc c'est une des difficultés majeures qu'un restaurateur, déjà à la base, quand les produits ne sont pas très bien fournis, on est déjà bloqué. 路袂平，货不运送嘛无顺利。毋过少年的都市偏偏啊要挑战无可能的代志。伊甲过去港国料理内底煮一大碗的菜，这种传统甲拼调。利用热带水果含独特异味秘方，甚至用刺毛糖的酱料、甲虾仔，重新定义非洲菜。Et c'était important pour moi de montrer cette belle image de Kinshasa, du Congo, de montrer dans l'assiette que ça peut être tout aussi joli qu'un grand étoilé, que ce soit en France, en Belgique ou n'importe où dans le monde. 为前总统介意的鱼仔，甲互人惊喜的刺毛糖的酱料。金厦沙总铺师伫咧食食的创新，用在地食材变作是有料的料理，互全世界拢当食到这片土地伫战乱污染以外的好滋味。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5度，高岛地区27度至33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